过来消息来看，本土小齿科医师联盟今仔开记者会，因指控讲国内有一对这侪家弟弟哦，因伫捷克读齿科系，因为拄着疫情，就无得转去捷克，因就伫厝邻的齿科病院在实习。联盟是指讲科宣部嘛伫审查会议放因过关。他没有办法回捷克，他怎么实习？他在台湾实习，在台湾的哪里实习？在爸爸自己开的医院里面实习。那医学生呢，他要去各个不同的科别，好，要有老师等级的主治医师，这个就是要经过认证的哈。对病床还有训练的数目都有需要的严格的要求。但是呢，这一对姐弟哈，在这个台湾只有20床病床，他爸爸自己开的医院里面，他就实习完成。卫生福利部指出讲，国外毕业的医学系学生毕业了后，就爱返来台湾，嘛爱伫台湾完整实习一冬。针对国外医学系学历的审查哦，其实是由科宣部在负责。